我说香味扑鼻啊，我说旁边再三逼人，啥杯人？旁开再三逼人，嘛袂使逼人啊，要逼人。逼旁开再三逼人。逼人。我讲4字的文言，你讲迄更较恐怖的6字的文言。哎呀，你讲遮凶着，我想想着这尔。我说香味扑鼻啊，我讲旁讲讲啊，我讲旁讲讲，安尼通吗？会使。毋过迄香甲芳吼，嘿，普通时啊，一般的民众拢会混着字。哦，像即个咱讲的，你讲香味扑鼻，会咩？啊，即个咱咧读做啥物？香像碧安厝的放啊香，香，对不对？你念你的名，你有家己自我我。配宣传啊，这咱读做香，毋敢咱读香港的香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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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。咱新竹有一个香山，对山对。啊，咱会当五香香油，五香香油，对不对？对所以这里已经有3个字啊。啊，另外咱若讲芳，咱上讲吼，话芳嘛是讲要写一字啦。毋过有时会拄着一个问题，咱讲即丛香烧起来足芳，嗯哼。啊，为了甲写香香，香香读起来怪怪，啊，所以咱写倒字较会芳，草芳，字头，草字头。哦，所以像这吼，咱会叫香芳。啊，咱看你就知影读，无你有时啊，你读香香，啊，毋知读啥。哦，想讲这叫香芳，就是咱5月节囡仔裹迄香包，迄叫香芳。啊，若即丛香烧起来足芳，咱会讲这是啥物？芳香。哎，安尼才袂混着去。哦，所以你甲这2个定混着，所以怎甲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吼，多谢。拍破。哎，老师这个老师，这部单开始呢就学一堆啊，你甲看卖。哦，哎呀，老师卡落来，咚哒咚个。我说香味扑鼻啊。我讲胖啊，有对哈。我说垂涎欲滴啊。我讲去暖电动海，虽然电动海，就是你囡仔食迄个路安行有安尼行。这个关系。我毋捌听过厝内的电动海。啊，未收暖进前一直滴落。这咱未伤啊，因为电动灯还是要海。一直叮就好啊啦，一直哦，一叮。滴滴，吹暖一滴滴。哦，去暖一滴滴。好来，老师卡落来。嘿，我说香辣可口啊。我讲香个爽，香个爽，接的。香个爽。哇，这个这有迄种感觉啊！会靠。袂歹啊。哇，啊个呢，秘鲁安尼，这个硬要翻台语，其实就较免讲这种感觉，对香辣可口。香辣是讲咱上这物件咸辣，咸辣安那可口，咱会讲啥？好食，所以若免硬豆就变做咸辣好食。毋过我感觉安尼无气势无迄种啊！气势。嘿，香好爽，香个爽，少年人的口安尼吹，耶老师卡起来。耶！我说酒足饭饱啊。我讲就是我，哦，对呀，第一名100分，100分。哦，这是真上实在有无？真直接的解释，迄种大家一目了然啊，大家互相了解啊。哎呀，唔免加讲啊。老师咱无话讲啊，老师。我会感觉吼，伊啱敢有食，伊无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吼。哦，所以应该啉好马生吼，食好粗饱。哦，那这酒足饭饱嘛。是吗？脚抽加好粗饱，1、2、3、4。我说酒足饭饱啊。我讲你好马生食好粗饱。你在讲较慢的哦。啊，你 tempo 内面，我节奏内面嘛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考了哟。哎，我说津津有味啊。我讲丁丁有味，硬欢嘛。袂使啊。山珍海味啊。应该是食甲十叫，食甲十叫，地沟了十叫。对，你讲的地沟了是别个所在哦，注意城市。你两个知影就好啦哈。你嘛知影老师吗？我唔知。我说津津有味啊。我讲食甲十叫。我说饥不择食啊。我讲最摇贵耶，最摇贵耶，还是无经食。无经食。你较斯文啊，啊那我较白吧，我会讲阿弥陀佛，后壁接一句啥？
有米就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有米就佛啊，有米就佛。安尼敢袂侮辱着宗教？无，迄是算咱有时生活当中吼，笑过安尼啦。有米就佛，哎。明星在世啊！我说饥不择食啊！我讲有米就好。我拢共款啊。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啊？有米什么意思？有物件。有物件啊，就佛的，就佛的。佛。哦，对，我说饥不择食啊！我讲有米就好。我说狼天虎焰呐！我讲好紧紧啊，有米就好啦，好紧紧嘛是会使吧？好紧紧。狼吞虎咽，狼吞虎咽，应该是讲未输家仇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家仇，那有人讲，因为啥？去用关足久啊，家仇，嘿，嘿，去用关足久啊，啊，即马犯人的看着嘿犯人嘛，啊，无食好康的，啊，看来人哦，我今来食这个较好，未输家仇，别输家仇。来，最后一条的，啊，老师给他卡的这条的，来，给你好吗？给你好吗？嘿哦，给你。好你好不？哦，你来，你试看卖。哎呦，这紧张的啦！我说吮指回味啊！我讲一直食手，食手指头啊！应该是大姑母吧？哦，敢是？一我般是讲一直吮指回味，转，一直转。一直转，唔是来，你唔是咧解说这个物件，这个意思是讲这是什么意思啦？哦，这就是一直嘿，这无解，才会无吮解指。回味哦。老师，这可能当用讲有够好食，啊，若要甲形容较关键的，伊早碰过甲咱教迄个夭寿好食，好食到，好食个会搭好食个会搭机。